你们这样对红明的总裁，好像不太礼貌吧？让开！这就是你找的地方。虽然很小，但住起来应该很舒服。以后这片地盘归我所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上这个床。卫生间使用呢要用空气清新剂，一定不要用薰衣草味，然后再用消毒液把马桶刷一下。这个地毯我不喜欢，你快去把那堆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我扔了。扔的时候记得带上那三角。天哪天哪天哪！还有这个台灯，你是找了整个天海市才找了一个这么丑的台灯吗？以后再让我看见这窗帘，我就不回来了。还有这张床，以后再让我看见它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我平时的工作真的很忙，所以呢，以后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来。当然，内衣我可以自己洗。哦，还有那个衣帽间是我私人所有，你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许出现在里面。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啊，没有就好了。那我也挺累的，就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记得遮断脸颊去。不是，这么大的地方都是你的地盘，我到底去哪儿啊？哦，看起来软绵绵的还不错嘛，看我多替你着想。完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了。妈，您别瞎想，我这工作待遇特别好。等过几天我给您接天海，咱好好把病给治了。哎呀，真的，我这工资可高了。您就听我的，我这有钱。那您注意身体啊，我挂了。李主任，这仓库的货物怎么比单子上记的数目少很多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云总，前2天我们刚发了一批货到云山仓库暂存了，所以啊，你看到的不是全部的货。是吗？我昨天才跟云山仓库的王主任核实过，他也查过对货单，他说最近1个月都没有任何货物进出过他们的仓库。李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，等回头我再重新统计一遍。仓库总共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记错呢？云总，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请你们先到办公室等我。云总，哦，你就是那个新上任的总裁吧？这3个月不给我们发工资，整天出来压榨我们，你还会做什么呀？
就是来了，今天你就给我们一个说法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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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说法。谁？你们这样对红菱的总裁，好像不太礼貌吧？让开！你们是想进监狱吗？说，是谁带头的？是我带的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们辛辛苦苦工作，为了什么？就为了这么点工资养家糊口。你们扣了我们工资，就该打。没发工资就这么大仇吗？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快说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自己的主意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会明查事情的真相。如果真的无故被扣工资，我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。秦雪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就这么处理了？先这样吧，查明真相再说也不迟。先喝杯水吧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拖欠公司这种事儿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一定要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浪奔浪流，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盡了世間事，混作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。随便点头。我们先开始会议吧。在我们红鼎集团，竟然出现了拖欠员工工资和货物丢失的问题。很多员工积怨已久，甚至发生了员工暴乱的事。我想请各位跟我解释一下。这笔应该给员工的钱，还有奖金，到底去了哪里？当时事发突然，有几个员工甚至意图想伤害袁总。幸好安保部门的人员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据我所知啊，这间仓库应该是由韩副总负责吧？韩副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想说我克扣了员工的薪资，倒卖了公司的物资了吗？韩副总，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说你会在乎这些蝇头小利，但是你没问题，不能代表你的手下也没问题吧？再说了，这两件事全发生在你的管辖范围内，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吗？我的手下对红鼎忠心耿耿，不可能私下里违背我的意思，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等于这些员工的薪资和货物都凭空消失了。你们两位不要吵了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查的。我倒要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谁身上。云总，